再来关心的是，食药署公布边境查验的结果发现呢，其中有一批对泰国进口的肯德基的香料是有致癌的物质环氧乙烷，拢总有2000多公斤。即马针对这个事件，肯德基是来强调讲，这批香料已经照规定甲体温，全台湾的门市嘛拢无使用这个产品。 煮甲赤赤的鸡肉是袂少人真介意食的好料理。不过，即马所有风声讲，连锁的素食店肯德基因用的进口调味粉，伫边境去用验出有致癌的物质，引起消费者的忧虑。会很怕，对，因为现在食安的问题很严重，我们都不希望有这方面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有孩子，可能导致致癌的物品嘛。 对，所以可能会考虑针对身体健康的考量，可能比较不会常去购买。食药署日时公布上新边境查验的结果，其中一批富利餐饮公司为泰国进口的肯德基原味鸡肉的调味粉，互验出有致癌的物件，环氧乙烷有到2000多公斤，按规定都要全部退回或者是销毁。泰国输入的调味粉因检出残留农药环氧乙烷0.1 ppm， 被判定为不合格。动物科的医师表示，环氧乙烷伫医学甲工业的方面，现在互摕来做消毒剂，为国家批准做农药啊，会当用来分农产品或者是除害虫。不过，国际癌症中心已经甲伊列做是1级的致癌物，长期接触恐惊会增加致癌的风险。长久接触环氧乙烷会增加血癌还有淋巴癌的风险。工作人员在工作当中大量接触到环氧乙烷，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神经病变。 针对这点，肯德基发声明强调讲，这批调味粉伫边境互检出来了后，已经按规定退货，并无流入去市场。全台湾的门市嘛拢无使用这批有问题的调味粉，而且嘛会主动甲无共批号的调味粉交予第三方来检测，确保产品有符合规定。食药署强调讲，伫边境互查落来业者，未来保检产品会变较严格，改做是每一批拢会检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